海鮮蒸鍋嘅 omakase 都係398蚊，海鮮好新鮮，食到勁飽，立即開餐。頭盤係刺身拼盤，已經有6款，牡丹蝦、帶子、希靈魚子、北寄貝、三文魚，仲有勁爽甜嘅象拔蚌刺身，好足料。蒸鍋嘅海鮮每日新鮮送到，每日4點幾店家就會將廚師發版嘅菜單 upload 上 Facebook。一嚟就食咗龍蝦先，龍蝦蝦膏滿滿，肉質爽彈新鮮，冇得輸。個頭同埋鉗就會放入粥煮，超正。再嚟有貝殼三寶、生蠔、沙白花甲，超級大粒。重點係姐姐全程都會芒住計時，一食得就會即刻開蓋。姐姐仲會幫手開蠔殼，勁熱都保證你可以即開即食。生蠔超級肥美，超好食。再嚟仲有海中四寶，有鮑魚、扇貝粉絲、海魚同埋海蝦，款款新鮮鮮味。海鮮放題大滿足。我本身個餐係食瀨尿蝦，但因為當日太多人叫，店家 upgrade 咗我做斯里蘭卡蟹，爆多蟹膏，個蟹甜仲啖啖肉，蟹蓋都係放落粥直接煮。仲未食完啦，仲有勁大份嘅蟲草蒸雞，加埋烏冬底同埋4款時蔬，真係食到捧住個肚啊！最後就係全晚嘅精華，就係個粥底，我哋自己 upgrade 咗做瑤柱排骨粥。但本身個粥一定已經好夠味，而家係鮮上加鮮。最後我打包埋個粥第二日食，我見隔離台直情將頭先啲雞擺埋落去，第二日變埋海鮮雞粥，應該仲正。我係平日嘅星期二去大爆場，我見佢哋嘅 Facebook 都有1.2萬人 follow，我明點解開業咁耐都咁多人支持。你哋又會唔會想試下呢一間海鮮蒸鍋 omakase？記得去 book 位啦〜